母语的推广团体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，今仔日去到总统府参观，而且因特别申请用全台语来导览，因有真侪囡仔拢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，甚至有的敢若听有台语尔。咱做伙来看因是安怎用台语来熟悉总统府。但你安怎讲？翠安。对，翠安，吼，来，咱去继续行。翠安挂好，对导览人员行，大人囡仔做阵用台语进捌总统府。咱这看差不多无咱老遮尔悬，这个塔，但是你100年前伊是全台湾相关的建筑。计共50位大人囡仔13日天申请以全台语来导览参观总统府，因讲台语会使真自然，希望向大家来推广。我7岁了，所以我差不多7年了。甲朋友讲了，讲你来参观过总统府。应该吧？伊村的人都伫遐讲，我嘛要去。其实阮会去四界参观啦，但是不管是美术馆啊、博物馆啊，总统府嘛是一个想要带囡仔来熟悉的所在。其实重点是讲，不管阮去什么所在，阮就是希望讲会使有台语的导览。目前的社会，大家拢无惯势讲囡仔会讲台语，这其实嘛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嘛。团体当中有真侪囡仔自细汉就开始学台语，嘛真侪是敢若听有台语，袂少民众拢感觉因真特别。总统府表示，针对导览的部分，负责导览的职工计共有170位，其中40位是负责台语导览，占整体23.5%。其实台语踮咧部分的用词、语词吼，可能甲即马华语的习惯用法会无啥共款。拄咧即个较特别的语词吼，尤其是台语方面的语词，会搁进一步加强的来讲解。互民众会充分的了解这个内容。家长表示，讲台语是真自然的代志，而且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，尤其是伫公部门的部分，各种国家语言的导览拢已经有需求，望各种国家语言的需求会使互大众看到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